啊？那都不是具体，那不具体都是看表演，哎，那不具体都是看你做什么吗？啊？你妈没有被接，你妈有没有连飘？老注意这评分干什么呢？那不都是表演内容吗？你发光发热就好了，我就说你别在意名次，懂吗？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洪森凯的评分3.0。